咱的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嫌犯张文，伊国小的同学接受到华视新闻的独家访问，讲过去的张文真好斗阵，未来的梦想是要做总铺师，实在想袂到竟然会有这么极端的转变。警方嘛发现张文用另外一个名张丰炎进入到电脑。 都用这个名来告买到作案的家私，讲用这个化名至少用3、4年了，是不是企图要甲张文这个身份来做切割？警方是还原破解伊的硬碟，要继续来找线索。对镜头金上表情严肃，这是张文伫咧苦待时期的模样。 这嘛是张文穿总铺的衫，微微啊笑，做总铺师的梦想就要开始。两张来相比，虽然是同一个人，不过面部的气质是完全无同。嘛，甲国小补习班同学对伊的印象是天差地别。因为我也是看到国小的毕业纪念册才，就是突然跟他的名字对上。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那种圆圆胖胖的，然后他比同龄人还要大只，然后和蔼可亲。那时候跟我聊说，就是。 他大学想要考那个高雄的餐饮，就是他以后想要当厨师。就甲同学讲的同款，国小、国中时期的张文看起来性地真好，嘛真好斗阵。做总铺的梦想也未完成，就为餐饮科转去读主工。大学研究报告，人民辩论计划用家己的相片做基例，佮摕到补助。警方想要为伊的平板也是电脑找出线索，不过伊明显是炸着疫苗。除了放火小细碎所在，想要甲电脑内底证据消灭，佮发现伊平板的登录口组叫做张丰炎，用上无3、4档，就连上网买武器拢是用这个名。其他相关的社群网站资料是真少，敢若是挑工要互人找无。很震惊啊，因为老实说，像他这样。 好相处，然后又没什么脾气的人，很难想象他会变到这种极端分子。网络顶的张丰炎，敢若是想要甲现实生活中的张文做分开，到底是为倒一个部分开始互伊的性格大转变？警方想要改变，嘛要开放伊的电脑来找答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